係，我係1978年畢業嘅譚炳志校友。咁而家我係做一個茶餐廳嘅經營啦，同埋都做建築啦。咁我喺何小嘅日子咧，其實當時班主任啊、老師咧都俾咗好多學習嘅機會我。咁我當時咧就喺5、6年級咧，班主任就俾我做咗班長。咁咧就其實有好多組織啊、同埋紀律啊、同埋訓練嘅嘢咧，都俾咗一個機會，俾咗個平台我去學習嘅。但係當時我都唔知道，原來學咗呢啲嘢係有咩用嘅。咁但係原來到我而家出咗嚟社會，咁我因為我有呢啲鍛鍊咧，同埋呢啲學習咧，令到我日後喺好多做團體啊、做一啲做公司嘅時間咧，其實都變咗一個班長咁。咁啊，所以係嗰陣時學咗嘅嘢，老師教咗咧，我第日將佢活去用咧，係好有用嘅第日。咁我都好慶幸好多校友都推介我2025至2026做呢個校友會嘅主席，係啦。咁我哋適逢我哋就55週年，咁啊而家喺度先祝福我哋何寶堂小學嚟緊就人才輩出，同埋咧係大家都係健健康康，同埋係返學就開開心心。多謝。我係崔佩文，係1978年畢業嘅。咁喺學校當中咧，嗰4年嘅生活啦，因為我係插班生啦，咁其實就豐富咗我嘅人生嘅。咁喺學校裏邊咧，咁除咗學術啊、老師嘅指導啊，咁其實好多一啲課外嘅活動啦。咁我有參加一啲牧童笛啦，跟住有唱歌啦、跳舞啦，咁同埋一啲即係體育活動嘅。咁俾咗好多嘅機會我可以即係由一個新界帶我哋出到去九龍啊、中環啊去比賽，咁令我哋即係眼界大開啦。咁當時嘅時間咧，咁其實唔係咁多機會咧，我哋一啲新界嘅可以即係出去市區嘅，咁令到我哋咧即係見識咗好多嘢啦。睇到好多唔同嘅學校啊，或者其他學生佢哋嘅即係表演啊，或者咁令到自己咧會不斷去進步嘅。咁其實呢啲係我哋母校俾咗好多機會我哋啲學生，咁好感激即係過往嗰4年嘅生活啦，令到我自己咧就即係可以不斷進步，同埋激發好即係點樣可以更加上進嘅。咁我希望嚟緊母校55週年咧，佢哋會繼續進步啦。無論學校老師啊、校長啊、師生咧，都會繼續咧即係一齊進步。咁希望即係學校會做得更加好啦。喺屯門區嘅即係發展會更加好嘅。咁呢個係我希望祝福到俾我哋嘅母校。Hello， 大家好，我係黃建升，我喺1978年畢業嘅，就現職就係我而家現時居住喺美國，現職係醫生。喺1978年喺何小畢業之後，我就升到去伊利沙伯中學，OK， 跟住之後就去今日柏語繼續我嘅預科，之後去咗美國，1985年去咗美國。期間曾經喺加州大學就攞咗個化學工程學位，喺美國一啲大嘅石油公司做咗大約3、4年嘅石油工程師，但後來覺得唔係咁適合自己，所以就翻去再讀個醫學一個醫生學位，跟住之後就一路做啦，喺做咗大約25年醫生啦，而家都講翻喺以前何小嘅日子裏邊咧，我覺得最值得我懷念嘅就係我同一班同學同埋老師建立嘅友情 ，OK， 同埋何小老師咧嗰陣時對我哋可以講得上係十分關心，好似我哋自己個父母咁樣好關心。唔單止學術方面，同樣喺做人處事方面都好提醒我哋。呢方面咧就令到我咧以後喺我嘅工作啊或者做人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幫助。今年就係何寶堂小學55週年，我誠心好誠懇咁樣祝福我嘅母校繼續蓬勃發展，繼續作育英才，桃李滿門，亦祝福校長學校老師校友同埋我哋嘅學弟學妹個個身體健康，事事順利。各位嘉賓好，咁我叫做葉柱佳，我係1972年入讀何福堂小學，咁響1978年就畢業，咁
咁好多謝母校咧，喺呢6年咧就對我嗰個嘅啟導，咁咧我就從中咧學習好多。咁尤其是喺我以後嘅學習嗰個職場嗰個嘅方面咧，係啟蒙咗好多。咁好多謝好多老師喺各方面啦，中英數啊、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咧，都係啟導咗我好多。咁我本身咧係一個室內設計師，咁我喺何小畢業之後咧，就去咗聖公會聖西門嘅明才工業中學就讀書，跟住就再去呢個九龍塘李惠利工業學院咧，就讀呢個室內設計。咁就不經不覺咧，畢咗業之後咧，我就喺呢個室內設計咧都做咗40年啦。咁好榮幸，喺今年咧知道母校係55週年紀念。咁喺呢一度咧，我祝福母校咧就喺嚟緊嘅55週年或者係550年裏邊咧，就喺呢個教育推動事工上面咧，就更上一層樓。咁啊，祝福校監、校董、校長各位老師同工更加之努力喺呢方面，更加之推動何福堂小學喺屯門區嘅工作。多謝大家。各位校長、老師、同學們你好，咁我係冼玉英啦，1979年畢業嘅學生啦，咁就我職業就係一個會計師啦。咁諗起學校嘅生活點滴嘅話咧，係最難忘就係喺6年班嘅時候，咁咧老師咧邀請我哋咧就高年班同學同啲低年班同學補習數學啦，咁學習到數學嘅知識之餘，又可以幫到啲同學，呢個係我學習嘅經歷啦。咁另外就難忘嘅喺學校生活咧，就參加學生團契啦。咁喺學生團契裏邊咁認識個信仰啦，咁以至到今日我係一名嘅基督徒啦，咁繼續係努力嘅學習啦。咁另外就祝福學校啦，嚟緊係55週年嘅校慶啦。咁希望學校繼續去發展，喺屯門區咧就係一所咧受歡迎嘅學校啦，又有幫助啲同學咧就發展佢哋嘅心靈嗰個發展更加係成長啦。咁祝大家身體健康。係，大家好，我係何耀良啦，1978年喺何福堂小學畢業啦。咁我喺何福堂讀咗6年小學啦，由一個幼稚園嘅學生完全唔識咩嘢嘅，到6年級畢業嘅時候，培養咗係一個年青人啦，開始進入我嘅青少年啦嚇。咁亦都喺何福堂小學之後，培養咗我對數學嘅興趣啦。咁我而家本身係一個會計師啦，亦都係一間上市公司嘅財務總監啦嚇。咁過去一路何福堂見何福堂小學嘅發展都相當好，咁希望將來咧亦都繼續發展得更加好。咁希望學校藉住呢55週年，繼續推廣何福堂小學，咁令到更多人認識呢個小學啦嚇。咁就祝福大家嚇，多謝。係我係羅國棟，1978年畢業。咁之前咧我就喺香港貿易發展局裏邊展覽服務課嗰度做嘅。咁而家正式係退咗休。咁今次翻嚟咧，我都想睇下我啲同學啊，我啲學校嘅發展啊嗰啲咁。因為而家有啲時間啦，咁但係我都見到佢呢個係做得真係好好。咁喺呢度我都冇乜特別嘢要講啦，只可以話祝佢哋啲同學啊或者教師啊嗰啲繼續努力，可以做好啲啊。Hello， 大家好，我叫田遠強，係1978年畢業嘅學生。咁而家就從事金融投資方面嘅嘢。咁以前小學都帶俾我好多回憶嘅，有時得閒冇嘢做，諗翻都幾開心嘅。其實何福堂小學係一間好好嘅學校。如果有幸喺度讀書嘅話，其實係你哋嘅幸福，亦都係你哋嘅幸運。希望你哋好好把握呢間學校，將呢間學校發揚光大，傳承落去，友誼永固。